虽然方面渐渐远离，根据咱水局观测资料，一日开始到上午9点为止，闸门水库积水区也是有12.1毫米的降雨量，会当持续一直水情。咱水局表示，统计这波降雨会当为闸门水库带来570万立方米的效益。另外，伫南华水库4天内嘛有一块水资源入库。这一波雨从5月28号到今天6月1号7点为止那降在我们曾文水库的雨量累积大概有127.6毫米然后它的进账的话，预估的效益大概会有570万吨的一个入库水量那南化的部分呢，就是也是有累积到100.7毫米的雨量那它的入库的话，包括我们的那个越狱云水，我们大概有700万的一个效益也就是说这一波雨量提供我们台南地区水库的水量共大概1270万吨的一个水量大概可以多10天以上的一个用量随着日流量一直持续攀升，闸门甲南华顶水库预估会当有127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大用会当供应加10天的用水，算是小可舒缓了欠水的危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